来看部分的民众滥用桃园1999专线，今年的头一季卡来开港乌白码通话数，就超过236点钟，互工作人员是真困扰。有人归去石头路，也毋过未来就会有黑名单，望讲会当来减少浪费公共资源。199中心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卫务中心电话接不煞，卫务人员无用替民众解决市场的大细项代志，是方便民众的重要管道。不过，根据统计，今年第一季无问市政业务，佮有乌白错价辣交的电话是有236.6点钟接济，占总通话点钟数1成以上，互卫务人员被砍的甚至离职。最怕接到就是一些有情绪性的、非理性的电话，这样子。有一些他会打电话进来讲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就会一直重复打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会喜欢挑他喜欢的话务人员去讲电话，他不喜欢的他就会，就是他可能就会想挂掉，或者是一直打，所以他一天有可能会打到300-400通以上。市府统计分析，今年1月到3月，1999专线卡入来的有62012通，总通话点钟数是2142.7点钟。一般的民众平均一个人会讲4.5分钟的电话。不过无问市政业务，定定卡来的人有23个人，乌白错价辣交的民众有22人。45人卡的电话有236.6点钟接济，占总通话时间11%。未来当这些滥用公共资源的民众进线之后呢，我们会先让他进入语音的客服，而不是直接接入话务中心的真人客服，以此来减低公共资源的浪费。针对一直卡乌白底也是来拿地塞浪费公共资源的市民，立法会表示，拄到无理性的民众会先苦劝，针对调降来缴了，影响到电话业务的人，未来会研究黑名单机制，该转去语音客户来降低行政人员的作业负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